的听众是真嘅，就會按無條啊，無論挨無限都結呀，真都不卡，一天開起嘛。不過有啲時就真嘅聽無限都不卡就動開咧，就會夾夾起寫成出來過後呢，啊，有時候要開起，就會吹條麻話是順沙開起。不過那係天公你冇事前發，挨冇同比論強用。唔衰木，唔衰木。好似很奇怪，唔衰木硬矮。感覺可以看到按愛嘅。過去開發牧場都是19分鐘是紅豆咧。冇，你按床誒，我吹卡叫可能卡差不多半兩鐘。冇啦，不是我給咖啡色黑吹到燒焦。我唔錯啊，要講嘛。更治安啦。不過其實真係有啲時可能你做些過後真都不卡，還有，冇唔通說會不用說，不過又有事情會處理，按用架啥？冇要緊，先看戲啊，對，先看睇下嘅邏輯上。因為我13年帶，我哋對台北13年帶呢，嗰時候我考嘅不卡又上，我咩咩嘅又不用嘅天使嘅上，係安全感還有咩不用說。阿彌陀佛，咩咩不用他。平常是就上體卡，一轉一路都不卡。南無觀世音菩薩。你真係就像跳堂，你這個做乜嘅？你講你辦法做唔得，音符你做唔得。你唱唔得啦，你講誒。那唱歌有上就好啊。係啦，堂戲啦，我用堂戲嘅。嗰種我唔會看那種嘅，堂戲我唔會彈那種嘅。我看戲就會用看那種嘅。那老牙架公擋槍，因為牙架公就一隻垃圾油，你知嘛？就不用出來去彈緊劇。哦。他們做的古老人家嘅台北。係啦。差唔多啦。差唔多，老牙架公差唔多，跟阿英真人去講。其實我唔論看乜嘅戲都有一個特色，就很多嘅戲啊，聽說要做縮題，做縮題，一定要做完。大家都不要講，啲戲一定要做三。哎，不錯，你平常時間就看我做三。好啦，做縮題各位嚟。聽說要做三啦。繼續。對，啲啊，所以這種啲根本會唔好啦。冇唔錯，因為我就知道講哈，大概要看到最精彩嘅時間就等啊，我等下。下集預告。哦，真係會演戲。妹妹唔好。真嘅，古上係大概就會等佢全部就做太高向，馬上開始看。我最好看的應該就係亞博董事行嘅《武安榮耀》，就係個反派。因為最近說挺好看的，像係七家好同好看一條嘅狗血劇，係叫血劇。不過其實係做佢當初因為係佢講到嘅好搞霸凌嘅事件，韓國就看到哎呀是主角吼，就會先展現一種懂勇敢、同理其實你係回到嘅那種復仇的爽感吧？係咪唔啲嘅？我就知道哇，啲位都嘅抒發嘛，個劇情啊，也好起來啊，跟抒發。冇，我人家講拍攝手法，到底位做嘅抒發。你不很有應徵嘅名誒，你要。真嘅啊，就是壞女人。應徵啊，應徵宋飛橋啊，係嘅快死魔嘅名，做係名嘅名。冇錯，認真啊。唱完之後戲就會放。你有模仿嘅表情嗎？哇，好難你嘅懂哪嘅？單邊笑。這個是跟我一樣肺栓塞的。他們都像是顏面神經失調。理論來推薦一部。推薦呢係咩韓國嘅戲劇？之前有一部咩非常嘅紅，係 Signal 信號，有部片好講乜嘢嘛？而家就用嘅對講機去聯絡15年前呢警察咧，叫亞老師時空穿越，去調查當中盲解嘅案呢。嗰個亞就一天一天的發現，一天一天解開來，因為冇用時空嘅線索來解開來。嗰種係總希望韓國嘅戲組係安尼，當到係真實嘅事件來改編咧。安尼真假假，看完就懂很過癮。結講係看睇下嘅《甄嬛傳》，我發現3000嘅原來一種係都一種係冇五號嘅作用，就啲眼不卡地杯正頭海啲嚟做，啊正頭海因為又唔係按後航路，所以它基本上就攻在這邊，什麼海上太上攻，本來嘅海有啲會嘅能力。電影比作來再電一下。我同大家講，假使單槍買鞋嘅就向很膚淺的 fans，唔過假使你有種一個樸素學起來咧，就向我上來做古裝劇。嗰首花盆底鞋呢，我不只是會穿，我還會敬禮。按你行嘅時間，也會按你腳蹬一下，然後皇上萬福金安。這次就會按遊戲咯。啊，唔錯，就會按你行路嘅。你做乜嘅到？你不是甄嬛吧？你是玉環吧？小千子，小千子。你要真有看戲嗎？渣，哈，冇
上车。老爱丑吼，老爱丑吼。我就喺外部卡看戲嘅大頭名，欢喜没有大头苗。冇也是我錯。媽嘅驕傲嘅其實事情。其實也係傳下來，因為慢現呢，我喺所有我阿妹影響，我細細嘅時就同我阿媽媽大嘅記住嘅親口看戲嘅人，嗰陣時我就皮帶我媽媽看乜嘅《金枝玉葉》，還有《寶麗海》，後來情深深雨蒙蒙，有全部都皮帶我阿妹看，我就發現到啊。原來看呢一件事情，啲人生地不都暗衝嘅話，我就好登記咧，我就開始去揀妹妹看戲，跟我進來進太過後，我就先看乜嘅咧，我要當老師。28台，28台。再過來就係東方乜嘅咧，三力偶像劇，愛與勇氣，愛與希望，愛與夢想，全部都愛看。綠光森林。有啊，跳擺咪多啊，一段愛與夢想的故事。一段愛與勇氣的故事，一段愛與希望的故事，一段愛與乜嘅故事。那寫個東西沒有啊，微笑 pasta，全部都係愛與老乜嘅故事。故事我看迄個景象上，迄非常的澎湃，非常的豐富啦。拍還是拍個菜。就乜嘅都看，係就是呢，來談論大家的故事以後，我發現我真嘅冇法度比呢，冇假是真嘅拿出去聲音哦，讓大家來表一下，就聽係張媽媽，因為張媽媽哦，素秋姐怎麼又出來了？因為佢頭擺透露喺度律師事務所工作啊，佢做處理啦，其實冇買死親合作，因為佢有美法律系畢業，所以臭到兩片啊，大家舔樓停停啊，舔樓去到去千倍度啊，其實佢打開來咩寫案中哦，他都是打開來看，今日又買兩片好看，真嘅話樣嘢咯，薪水小偷，就係佢，喺香港佢看樣片哦，有隻冇好嘅習慣就係講，佢就聽愛用兩倍數，也係冇時條調整看。條頂款動條頂款真正冇尊重咧，曖昧雖然嘅對看唔望哦，但是不尊重。嘿，素秋姐，阿勇已經做唔定啲麼？大家咧做麥田嘅嗬，你一嚟係咪麥田嘅呢？係啦，你一嚟係我嘅節目哦，今日調頂款，做唔得啦。誒，看同到嘅朋友啊，比方講，無論什麼周星馳嘅電影，佢都是做啲來拍嘅台詞啲嘛。像英姐妹做啲看啊，佢嘅 fans 都做啲買乜嘅鞋啊，做乜嘅很多在用正反體，然後引大追顧。但就是到亞點嘅人，後真嘅些心思、些動搖嘅人，當做啲經典對卡。因為像對卡聽說英整嘛，英整嘅時間就會發現新大陸嘛，故說很佩服追劇的人，應該係大條苗。基礎咩懂嗬？係基礎咩？背台詞很累，背台詞懂點。又沒有做戲。基本從嚟車到嘅武漢肺炎加上 COVID-19 嘅樣事，我就講，美國嘅小可戲6人行睇下錄看，介紹嘅就係老倆同唱嘅，按到男人兩集班，男人兩個班，佢哋都係內容懂好少，唔講你會懂色彩嘅經歷哦，你出戲沒有拿過懂到嘅獎，睇下像個表述啊，像個學英文啊，就都得看一下，我就有好多一句話。I'm so hot， 你唔單單係愛懂嘢嘅意思哦，但係 sexy， 我很辣的意思 ，I'm so hot， 有冇？大家來聽聞一下，他是 Pizza Hut。我大家講，潮州而家美國嘅戲劇，然後所有通化故事嘅角色哦，結拍起來串起來，所有該戲劇名就按到。童話小鎮，童話田，嘿，佢英文嘅名就按到 Storybook， 嘿，啊，佢啲會讀哦，佢嗰種故事嘅戲頭啊，就係唱吼白雪公主啲會讀咩？就叫快風後，嘿，咁快風後佢動快啊，然後所有人哦，又叫9年嚟詛咒哦，結果所有童話故事角色，你哋係變咗現實生發當紅概念，就有些人是胖點地步都會偷假，有啲人係檢查，有啲人係錄音，每日上演都係童話故事地步都基本性就連接感，然後透過一些編劇的角色，然後發展落去，譬如講到後來哦，總得講太多。花木蘭佢咪溜落去哦，那就是戲中的哦。就是那種東方的東方改編美劇吼，佢花木蘭佢仲要係寫美音呢，咁聽到嚟睇下其他佢。還有
开场鼓。